一提嘅係，三人喺呢場鬧劇前本就係朋友，曾經多次被媒體拍到私下聚會相談甚歡，但係邊個都諗唔到，最後要以咁唔體面嘅方式收場。何超瓊婚禮當日，陳百強苦苦哀求何鴻燊，才換來何超瓊哥哥身份送佢出嫁。睇住心愛嘅女仔身披白紗嫁咗他人婦，陳百強萬念俱灰告別歌壇。何超瓊結婚第2年，陳百強就因憂慮成疾，患上抑鬱症，借酒服用藥，喺醫院昏迷17個月後，於1993年因腦衰竭去世。自佢去世後，何超瓊同許晉亨嘅關係跌入谷底，更係喺唔久之後直接離婚，再冇新戀情傳出。而嗰場被強行拆散嘅愛情，如同一枚埋藏心底嘅種子，伴隨住痛苦生根發芽。何超瓊開始反擊，佢唔動聲色咁接手家族事業，將權力一點點握喺自己手中。而賭王呢位曾經以絕對強勢拆散佢幸福嘅父親，竟然未察覺自己正步步退讓。一場關於遺產、權力同命運嘅真正博弈，已經悄然拉開帷幕。何超瓊痛失至愛嘅仇恨，終於喺20年後化為復仇嘅火焰，以一場精心策劃嘅豪門奪權大戲，狠狠地燒向咗佢嘅父親何鴻燊。呢一次佢唔再係嗰個任人擺布嘅棋子，而係掌控全局嘅博弈者。而呢一切嘅導火索就始於2010年嘅嗰場財產風波。嗰一年，年邁嘅何鴻燊突然透過律師發佈咗一段視頻，滿臉憤怒咁控訴二房嘅何超瓊同三房嘅陳婉珍聯手，趁佢病弱之際逼迫佢簽咗財產分割協議，將家族核心資產悉數瓜分。何超瓊啱啱代表二房公開感謝父親贈予價值2.5億嘅順德集團股份，緊接着佢壓箱底嘅澳娛31.66% 股份，亦都俾均分咗俾二房同三房。而最受寵嘅四太梁安琪，卻喺呢場分割中只得咗幾間酒店同零星資產，難免令人詫異。點解昔日風光無限嘅四太落得咁勁地？何鴻燊視頻中嘅怒赤，才令真相漸漸浮出水面。原來為咗阻止四太掌控核心財產，何超瓊早已聯合三房展開咗長達數年嘅秘密行動，將父親嘅權力一點點架空。甚至有傳言稱，為咗逼父親簽字，佢唔惜將何鴻燊軟禁喺屋企。呢場暗流湧動嘅豪門爭產戲碼，至此終於徹底揭開帷幕。